我好高興可以參加今次壁畫工作坊體驗，特別係有專業老師為我哋講解繪製技巧，包括色彩選擇、構圖同埋壁畫歷史來源等。呢啲不僅為我提供咗實踐藝術嘅機會，令我體驗到當中嘅樂趣。樓梯壁畫將成為我哋55週年重要嘅象徵。我好高興我可以參與其中，為我校55週年加添色彩。而我已經係中五學生，仲有大概1年就要離開學校。參與繪製呢一面充滿活力色彩嘅壁畫，成為咗我喺學校重要嘅生活回憶。而除此之外，唔單止係我哋學生去繪製呢一面壁畫，仲有好多老師都參與咗入嚟。總之，好感謝老師俾予我嘅呢次機會，多謝。